金华社案经台北市长郭文哲无报请回，北检控告成功，高等法院裁定撤销原处分，停开羁押庭。总统赖清德专访讲，中国若真正关心领土的完整，就应该先去甲罗西亚占的土地收回来，引起国际关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上大间的监所发生大规模的盗窃事件，加收逃兵人打人，尚无造成129人死亡。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吉安。新闻一开始先看金华社案，前台北市长郭文哲无报请回，北检昨是提出控告，控告成功。高等法院今下晡撤销原处分，停开羁押庭，要重新来裁判。那你怎么看林宗明说他有提醒你，但是针对560的部分？谢谢。无论行出家门，还是到机场，前台北市长郭文哲面对媒体追问，拢无加做回应，表示会安排记者会说明。主席，是不是你亲笔交办金华城，现在还爆出说写便签给彭振生？含入金华社案，郭文哲得到无报请回，检方提出控告。经过高等法院合议庭书面审理了后，测试下晡撤销发回，嘛代表台北地法院会停开羁押庭。裁定理由指出，甚至亲像郭文哲家己主张的，伊相信有专业性，而且多数决的都议会决议，对案情拢无了解，也是毋捌怀疑，也是有查明的必要。原审嘛无就检方提出的全部事情综合评价，直接认定检察官无说明郭文哲犯罪嫌疑重大，嘛有无妥当的所在。另外一个涉案的前台北市副市长片金星，检方测试嘛，过去台北看守所甲询问片金星不好，互人羁押，透过律师提控告。高等法院指出，控告状无经过伊本人第一那签名、邓手印，所以要通知片金星保证了后，另外裁定。专案也是继续伫调查。前多位陈光忠答问讲，家己较早捌审查金华社案，当初伫会议就表示反对，找三去互检方团作证，询问了后请回。即马周刊嘛报道，郭文哲头一任市长期间担任都法局长的林周明，捌真侪届提醒，若是按照议员应晓薇即阵放水用职，安尼市政府恐惊爱负独立的法律责任。处理金华城的容积率的时候。当然，我们必须也应该定时和市长报告。那我当时处理的方式是，除了晨会报告，也以文字方式的备忘录上呈市长室。今就看过亚出第2020年4月，郭文哲捌转交片金星、金华社用这相关文件，搁留便签写，因的结论是啥物？原则真简单，公务人员卖一家，引起质疑。这个便签是真的还是假的？从哪里来的？即使是真的，叫公务员不要违法，有错吗？金华社用这案专案还搁咧查，另外一件政治现金案，北检又搁有动作。车三约谈当时担任郭文哲竞总财务长李文忠，伊嘛为证人转被告的身份，询问了后200万交保，限制出境出海，并受电子监控。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总统赖清德接受媒体专访，讲到中国若真正关心因的领土完整，都应该先去甲清帝国挂罗西亚超过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甲收回来。那罗西亚是回应讲，双方早都有签条约来放弃，嘛强调绝对支持一中原则。台湾的领导人是无权代表中国来发声。上任满100天，赖清德总统伫咧最近第一遍接受媒体专访。讲到中国无放弃对台湾文攻武吓，赖总统点出，中国所讲的要维护领土完整的矛盾的所在，若是中国真正关心，也应该收回伫19世纪挂入予俄罗斯的150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国要并吞台湾，其实也不是为了领土的完整啊。如果真的是为了领土的完整，他为什么不拿回俄罗斯占有的这个爱文条约所签的那些土地呢？那他侵略台湾的目的是何在？那就是想要改变这个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啊，西太平洋或在国际上来成就他的霸权。赖总统表示，中国伫咧表面上是宣称主权，其实是要建立霸权。相关论述是引起网络上的讨论，也引起外国媒体伫咧关心。对此，俄罗斯外交部指出，俄中两国伫2001年签署的条约。已经互相放弃向对方的任何领土要求，并且重新坚持一中原则。
讲台湾当局的领导人无权利代表北京发表任何声明，因那中国方面到这么拢点无做回应。那种这样子的一个论述，应该也戳到了北京的痛点。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是十分的友好，他们本身有共同合作来对抗美国压力的这样的一个利益的基础。对拿走他土地领土最多的俄罗斯，反而长期以来是他最大的盟友。我觉得这是非常吊诡，在凸显中华民国主权的时候，同时可以兼顾两岸的和平。我觉得这是政治人物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学者分析，赖总统的讲法拄好去达到中国的痛点，也波动到中俄朋友之间的敏感所在。因那对各国方面的声明，咱外交部到目前时也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国在台协会新处长郭立言就任2个月，今仔是开第一场的记者会，嘛搁再强调台海稳定的重要。那针对美国军售进度拖慢的问题，郭立言是表示，美国会甲台湾列做大型供应的名单，嘛加强双方的合作，做伙来生产武器。我回到台湾已经快2个月了，也开始了我在 AIT 的第3次派任。每次回到台湾，我都会发现美国和台湾的伙伴关系变得更强健、更深厚，也更有活力。中文讲个拉叫 AIT 新任处长郭立言头一届记者会，讲这届来台湾有3项重要任务，分别是协助台湾强化社会韧性、安全，佮和国际社会连结。重申台湾伫全球供应链内底的关键角色，台海和平稳定是真重要。佮特别讲，台湾科技业会启用假条的讲法是无必要忧心。担心台湾科技业被掏空的担忧是不必要的。台湾打造出一个效率惊人的半导体生态系，完全不可能在世界其他地方复制。美国也正在印太地区架构一张纵横交错的同盟网，来提升我们的合作能力。台湾并不是中国以恐吓和胁迫改变现状的唯一目标。One thing I can say very clearly is Taiwan's defense needs is a very top of our priority list. 郭立言讲，台湾的防卫需求对美国来讲是排伫头前，对台湾的军售问题也继续拍拼。佮表达真欢喜台湾加入美国的军火供应链，双方做伙来生产武器。因为各界关心赖清德总统头一届去友邦访问，敢会过境美国？另外，争议定新的民众党主席郭文定，敢是有定9月要去美国？ We expect President Lai in the future will also seek visits to his diplomatic partners, and we look forward to facilitating his tran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when those plans firm up. I don't have anything particular to report on Chairman Ke's trip to the United States. Obviously, we would welcome and facilitate any travel by Taiwan's political party leaders. 郭立言并无正面回应，敢表示欢迎各政党领袖访问美国，而且表示讲未来期待和赖总统甲台湾朝野的党派合作，共同来加强坚固台美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今日国内重点新闻。美国公布经济报告引起经济衰退挂虑，美国股市动荡，连带去影响到台股惊大落999点，收盘是21092点，嘛创下台股一天以来落第2济点的纪录。上届工资法实施了后，今仔日是头一届开审议会，决定上届工资连续9年要起，明年开始月级上计是28590块，算点钟的是190块起跳。2024年国际半导体展览规模，包括 AI 晶片、先进封装、CoWoS 技术，有超过1000间国内外厂商来参加。办理台积电、日月光、三星电子的大数演讲是历来上大场。继续来看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上大间的甘肃，拜发生大规模的盗악事件，上无是造成129个人死亡，其中多数是伫咧警察开枪以后夺命去互打死的，包括这事故起因，佮有甘肃超收犯人的问题，这政府已经下令拢要调查。
加加枪尾也破一个大坑，规排路旁修甲乌麻麻，加加行政办公室也遭到攻击，内底一片路苍苍。中国民主共和国伫首都金沙沙的上大加加，车子透早发生大规模盗掘事件，有真侪犯人提武器攻击甲警，想要逃走，双方爆发激烈冲突，半暝拢是枪声。Ça c'est bandit depuis 1h du matin, 5 heures. Dans 5 heures là, na 3 heures on a examen qui kobomana qui ba bois kaba grenade donc ba bouc. 中桥了后，封锁加到外口道路，各地迄时间早起表示，情况已经受控制。内政部长出面说明，这事件造成119人死亡，59人受伤，其中部分的犯人伫警方开枪警告了后，遭到射杀。社群网站有传有人靠咧将犯人遗体扛起咧卡车画面。Le bilan provisoire sur le plan humain s'élève à 129 morts, dont 24 par balle après sommation. Les autres par bousculade, étouffement et quelques femmes violées. 根据国际特赦组织最新的报告，这加加关12000多人，不过实际上敢会用用到1500人。今年7月加放420个犯人出来，有关无法度解决新过体问题。盗窃事件在当地常常看到，自从17年这加加有50多人成功逃走，2010年东北部另外一个加加，和ISIS 有关系反叛组织攻击，有将近1000人盗窃成功。当局强调会将对这上新的事件深入调查，不过有民众建议政府将加加刷到其他地点，搁解决人身过这问题。公司新闻张慧斌评论。俄乌战争已经战超过2年半，俄西亚昨是搁再发射2粒飞弹去炸乌克兰中部的军事学院，造成51个人死亡，271人受伤。这是今年战争以来史上上惨重的一届攻击。今日月球真侪必须，真侪窗仔玻璃受到破坏，满地拢是碎片。乌克兰东部城市波塔瓦，车衫受到俄罗斯2粒地震飞弹攻击，造成当地一间军事学院甲附近病院有所在人死亡，200人受伤。Да, проживаю як в будинку поруч з епіцентром прильоту, недалеко, метрів 100 лише. Знесло балкон. Виворотило всі вікна, які виходять на бік, і розбило міжкімнатні двері. Сусіди у нас. 这是今年俄乌战争内底史上上严重的一届攻击。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批评会追究俄罗斯败类的责任。不过乌克兰的社交媒体所有消息指出，乌克兰官员明知影俄罗斯威胁要发动攻击，又愿稳准伫户外办军事活动，才造成这么严重的死伤。对此，泽伦斯基已经下令做全面的调查。美国、英国和德国嘛批评这个袭击。北京国安通讯顾问科比表示，美国会伫未来几礼拜提供乌克兰更较侪军事援助。同一天，负责生产武器的乌克兰战略产业部长卡米申，有个要转任去其他国防职位，所以伊伫初三提出请辞。Так, нас поки що недостатньо коштів для того, щоб законтрактувати в повній мірі всі наші спроможності, але ми разом з силами оборони над цим працюємо і шукаємо достатнє фінансування. 卡米申甲2名副总理斯特法尼西娜、威廉舒克，还有司法部长、环境部长、中心政合部部长这个人，伫初三拢提出请辞。外交部长库列巴是伫初四第二请辞。两天内底有7名高层官员请辞，加上进前有至少5名部长互解职，造成内阁暂时超过1/3。无人任职。而泽伦斯基这个月如果要出访美国，安在伫访问之前，会赶紧把这块补起来，确保政府运作稳定。对此，俄罗斯官方媒体塔斯社是引用克强的发言人佩斯科夫的话，表示乌克兰内阁改组未影响到双方和平谈判进度。国际新闻台是董朋友。美国的纽约州长，伊的前副幕僚长询问因一对翁仔某，向指控讲有收中国数百万的美金，做中国代理人，目前已经被警察抓起来。美国纽约州州长胡克伊的前副幕僚长询问甲伊的翁婿何肖，随三被逮捕了，罪出庭应讯。两个人的律师讲，检方起诉询问甲何肖的几项罪名，互人真困扰，而且真悍。批评检方刑事相关罪调查权。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exercising our right to a speedy trial and addressing these accusations in the forum where it's most appropriate, which is a court of law. 询问伫咧纽约州政府做要甲15年，经历过2任的州长，2021年升任将做现任州长胡克的副幕僚长。纽约时报报道，检方的起诉书有到65页，内面讲到询问伫1年之间收中国政府几落百万美金。
从事有利中国的违法行为。孙文利用这寡钱买上百万美金的厝甲车，也几遍接受中国官员专业的总部师提供的料理，也涉嫌利用职务摕到旅游补助甲活动的入场券，独立朋友的生理。检方起诉孙文的犯行包括签证诈欺加洗钱，也拿孙文做成立红在号销是涉嫌洗钱的罪名。孙文伫咧州政府工作的期间，不组织台湾甲纽约州政府官员见面，并且几遍安排纽约州的州政府高官访问中国。纽约州政府发现孙文的不当行为，伫咧2023年3月终止固刑，并且报警协助调查。刑事法官崔三下令孙文甲何销分别以150万美金加50万美金交保，后回开庭的日期是2月。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继续来看，纽西兰政府昨是宣布讲，对10月初一开始，外国客入境的费用要起价，拍算要起到台票2000块。因为这笔钱主要是要来保护当地生态。不过观光业者是真不满，讲一届就要共起3倍，恐惊以后是无人受不来。去纽西兰旅游收费爱增加了。10月初一开始，国境大门的国际旅客保育甲旅游馆会为35纽币，相当台票700，提悬到100纽约，差不多台票2000块。纽西兰政府声明指出，35纽币是2019年7月14，即马要负担这么多游客所产生的相关成本，其实已经不够。Shift some of the cost from the taxpayer to the visitor, and ultimately what we want to do is grow tourism. I've tasked Tourism NZ to grow the value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by $5 billion over the next 4 years. 观光业是纽西兰主要产业之一，旅游业者无认同这种做法。过去就办50、70甲100纽币这方案来讨论，由于起价50纽币较适当，是要到当作一捆头起超过3倍，这样就惊正做反效果。We felt there should be an increase, but this is a very, very significant increase. I think New Zealand's right up there at the moment at being one of the most expensive places. 世界旅游观光协会 WTTC 发表年度报告，大概第一订饭店、邮轮甲飞机票顶悬正大方，以控制去年全球每10美金的开销，有1美金用在旅游顶悬创下纪录，也代表消费者重视旅游，佮将伊汇入预算当中。报告指出，如果今年旅游甲观光产业产值会占全球 GDP 的10%，达到11.7兆美金，相当356兆台票，年增率12.7%，这比2019年，也就是顶一摆创新高纪录时阵，增加差不多7.5%。公司新闻恩文玲编译。讲到疫情了，2024年全世界观光市场是佮开始兴起来，不过欧洲的部分国家所过度观光的问题，那亲像伫咧葡萄牙载客三轮车是满4个在走，嘛造成交通大乱。佮有真侪间的厝间啊，是去用改做旅社来趁钱，嘛影响在地人的生活。伫咧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行伫咧路的看，四季拢是观光客。因那观光客上定量使用的交通工具就是这种电动三轮车。里斯本的格兰萨地区山顶的风景真水，真侪观光客爱去。因那无想要行落去哩山顶的，拢是坐这种电动三轮车。逐回若天气好，巷仔内面拢是这种三轮车，而且已经带超过半世纪78岁罗莎，真袂惯势。Dias logo de manhã, quando está o tempo então. E quando há chuva ou quando há o nevoeiro, podem não vir logo de manhã, mas mal abre o sol, lá começam eles. Isto aqui há que uns 5, 6 anos, isto ficou uma barafunda, na graça toda. Acho que a graça toda teve uma mudança terrível para pior, não para melhor. 除了电动三轮车乱象，真侪观光客用正悬的介绍做民宿。所以，真侪罗莎的老厝边拢已经搬走，可以感叹讲，过去单纯的生活怎么拢变样啊？电动三轮车归路走，业者也对里斯本政府的政策真不满，似乎讲要互车的数量减半。Fundo importante salvaguardar uma atividade económica, uma oferta que os turistas gostam, é evidente. Se não gostassem, não havia. 里斯本附近的圣特拉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遗产，观光客人多车多，严重扰乱当地平静的生活。有人讲报条讲，圣特拉唔是迪士尼，一个抗议交通拍干。É a poluição, é a falta de mobilidade, é a falta de segurança, porque em caso de emergência uma ambulância ou um carro de bombeiros não passa. Portanto, é uma coisa que preocupa a maior parte das pessoas.
根据联合国预测，2024年全世界观光人数将会第一遍超过2019年新冠疫情进前的规模。今年3月底之前，全世界已经有2.85亿人出国旅游，比去年第一季高20%。欧洲是观光客上爱去的所在，创造出11条1000亿美金的商机，也创造3300万的就业机会，更加是政府甲城市主要的经济来源。不过，过度观光对当地居民造成的影响，已经慢慢超过经济利益所带来好处。公司新闻金万庆编辑。瑞典的一间废弃物处理公司防指控讲，伫咧最近5年以来，违法倒超过20万吨的粪扫，嘛造成化学物件泄漏，污染自然保护区，引起火灾连续烧几啊个月。正包括公司的前执行长，自称是粪扫女王的这尼尔森在内，有11个人被告受审，等候裁判。当地时间7、3早起，有本所女方名下的被告尼尔森，挂乌镇物件寄调进入法庭。伊是有名建筑废弃物处理公司 NMT Zinc Pink 的前执行长。这间公司原本形象真好，煞伫2015到2020年之间，将首都地区差不多20万吨建筑粪扫非法倒或者是带伫全国各地，我互粪扫堆导火，烧几啊个月无法度拍花。大量的多氯联苯、盐、汞、砷这样化学物质外泄，甚至危及自然森林保护区。检方对尼尔森甲伊的情况，也就是公司创办人在内，总共11人，控告加重环境犯罪。I think it's the coming generations that will pay for this crime. So, environmental crime is a pure risk for damage. 非法倒地至少15个都市、21个地点，检方初步调查报告都有4万外遐，证人有150人。整个都市求偿有2.6亿，瑞典可能的处理费用，因讲是瑞典史上上重大的环境犯罪。审判按算会进行到明年5月。The most challenging thing is that it's such a huge amount of paper and a huge amount of knowledge and facts to keep track on. That like 44,000 emails in one computer. 这间企业伫建造台压出来了，已经倒去。按过尼尔森的前期，毋但是安尼，伊跳退步出身，也佫涉嫌采用公司的资金卖精品甲高级度假。警方所在时阵发现大量的名牌鞋甲皮包啊，伊捌对瑞典媒体讲，公司行为一切合法，拢是商业竞争对手引流的受害者。叶律师也表示，尼尔森对一切拢有合理的解释。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南美洲的巴西对1970年代就鼓励国民伫咧亚马逊地区开垦种植，不过这土地证据对愈来愈无影响，就要换所在搁种。这嘛造成讲，因即马旁边土地已经比规个葡萄牙的国土搁较宽。加在即马科学家已经找到解决的方法。亚马逊是世界上面积上大、上完整的自然河拿，占地260万平方公里。跨过南美洲的巴西、玻利维亚、秘鲁等9个国家，其中大概60%的面积位于巴西。为空中看，巴西的亚马逊河拿一大部分的区域已经变更做农地。原本黑色的有机土质，也变作规大片浅咖啡色的山茶土壤。Nas regiões degradadas da Amazônia, desmatada há muito tempo, né? O solo se tornou ácido pela ação do fogo e do tempo passando sem presença de floresta. Precisamos corrigir essa acidez, porque num solo ácido você não consegue produzir muito bem. 目前亚马逊河拿中主要流行的是树牛产业，有一寡所在会有草茶业者先操作高价树仔，搁放火烧拿树牛。只要这块地的牛肉产量落跋，牧场主人就会随放弃原有的所在，搁去开发另外一块土地。亚马逊河拿已经开发的1/5面积中，有一半拢是像安尼废弃的土地，面积比葡萄牙也较大。研究人员讲，保护河拿上好方法就是增加当地人民的收入。专家也发现，伫土壤中添加豆仔类都是2倍质，会当延长土壤10年的使用时间，甚至搁较长。Today we have 20% of the Amazon is already being cleared and 80% remains as forest. So when you help farmers to improve productivity of the forested areas, you, to some extent, you're helping to reduce the pressure on the remaining areas of forest.
加拿巴西亚马逊地区就有2800万人住伫遮，其中包括原住民移民到遮的牧场主人，也是互政府强迫征收土地先搬到遮的人。因为早伫1970年代，巴西政府就鼓励民众去亚马逊河拿开垦定居，佮透过贷款鼓励撤掉河拿，栽种稻米甲其他一年性的农作物。只有想办法改变土壤的酸度，才会当阻止居民废弃土地，和亚马逊河拿面积愈来愈缩小。公视新闻新罗北编译。感谢你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干，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